哇！呢個公仔，呢件衫，呢兩嚿嘢，好耐之前嘅咯喎，都冇用啦，不如抌咗佢啦。咦？你諗住抌咗呢啲嘢去啊？係啊，細細個留低啲嘢，而家都冇用啦，不如抌咗佢。咦？咁不如你擺上嚟我哋呢個兒童物品交易平台 Swap 啦。呢個 app 有咩用㗎？呢個 app 咧就可以俾你擺一啲你細個用完嘅嘢落去，然之後咧再用嗰啲 credit 去換翻一啲你想要嘅嘢。嚇！咁呢個 app 同而家市面上唔同嘅交易平台有咩分別啊？咁對比起市面上嘅唔同嘅交易平台咧，一般平台例如 Carousell 啦，又或者 Facebook Market 咧嘅涵蓋都好廣闊嘅。咁佢哋嘅搜尋結果咧，通常都好雜亂啦。但係我哋個Swapit 咧就專注喺一個兒童嘅類別入面啦。咁你搜尋嘅時候咧，就可以大大咁提升到佢嘅效率同埋使用嘅。Swapit 亦都會用一啲 credit 去交易啦，而唔係真係用金錢去交易嘅，有助幫助呢個經濟有壓力嘅家庭而節省佢哋嘅支出。更重要嘅係，我哋都加入咗一啲環保計算工具，去教育用戶去了解塑膠對環境嘅污染啦，去積極響應香港源頭減廢嘅政策，為可持續發展作出一分力。哦，咁我翻去即刻試下先。咁首先用戶可以喺 register page 度入翻佢相應嘅 email address 啦、username 啦、profile picture 同埋 password 等等嘅資料，之後就可以直接登入。咁點樣去加一件物件呢？咁就首先要 upload 咗你個物件張相啦，你可以影相或者 upload 張相都得嘅。咁之後就入翻你啲 item name 啦、category 啦同埋個 credit value 就可以上傳㗎啦。嚟到呢個 home page 咧就會有 total 4個嘅選擇，咁佢就可以俾 user 去選擇翻佢哋想要嘅 item 嘅 category，包括有 all 啦、toys、clothes 同埋 books。咁佢哋咧如果 user 喜歡嘅話咧，就可以喺下面嘅3個部分，包括 discover、popular items 同埋 recommend for you 呢3個嘅地方嗰度揾翻佢哋中意嘅 item，然之後撳個星號 interest。撳完之後 item 就會出現喺 interest item 嘅 page 嗰度。去到嗰度之後，如果個 user 可以再 search 唔同嘅 item 擺落嚟呢個嘅 interest item 嘅 page， 擺完落嚟之後，如果佢哋繼續有興趣去交易嘅話，佢哋就可以放落去 exchange item， 然之後就開始交易。放咗落去之後，佢哋就可以同其他用戶進行溝通。溝通完之後，佢哋就可以進行交易，撳 pay and complete， 咁就可以完成交易。喺 profile page 上面，用戶可以揾到自己用戶名、積分數量同埋居住城市。用戶亦都可以喺 profile page 上面揾到自己已經上傳咗嘅物品。同時，用戶亦都可以喺呢一頁入面睇到自己每一次交易對環境嘅幫助。而 chat page 會喺未來入面為我哋嘅程式提供交流功能，呢個亦都係我哋程式未來發展目標之一。